做完信息嘅模板之後，我哋再去整一個電子表單，用嚟收集 potential 客人嘅登記資料。用 What2Flow 其中一個優勢，就係已經整合咗 AI 功能，就好似以下例子，用戶根本唔需要識得任何技術，連好似以前咁花時間慢慢一格一格咁砌出嚟都唔再需要，就好似我畫面上面咁，我簡單用文字，甚至口語講咗幾句，我想要整張點樣樣嘅電子表單，再打入 What2Flow 嘅 AI 表單設計器就可以好快咁完成。你哋睇，眨下眼，表單已經生成咗出嚟，當然可能未必100%啱用，所以你可以再修改，或者再叫 AI 執佢。